因形施教咧 ，Apply Enneagram in Parenting 咧，今次又有啲新教作喎。因為教完咗基本班之後咧，好多家長咧走嚟都問我：唉，而家明白小朋友嘅性格不同，可能喺揾學校裏邊應該重新考慮過。啱㗎，其實小朋友讀咩學校咧，好多時都由父母去決定。不過好多時父母嘅決定都唔係因應住小朋友嘅性格特色而去選擇，反而就係聽到坊間有乜嘢係名校，或者你自己以前讀過咩學校，就好想仔女去。不過有冇諗過，如果你嘅仔女性格同你唔一樣，可能到最後你嘅細路唔可以喺呢間學校得到最好嘅教育。我成日都話揾學校唔係揾最好，仲有最好嘅意思就係人哋嘅口中最好喎，未必對你嘅仔女係最好。揾學校需要嘅係揾一個叫匹配，適合你個仔女嘅性格而去讀嘅學校，或者所用嘅教學模式啱你嘅仔女，你嘅仔女就更加得益啦。嚟緊咧5月咧，我又抽出2個晚上，徇眾要求就用一個叫因形施教嘅應用篇。點樣為仔女選擇適合佢嘅教學模式同埋學校？我哋亦都會講唔同嘅學校制度、唔同嘅性格嘅小朋友點樣可以配合咧。再加上我仲想加一樣嘢，其實唔同小朋友咧，佢嘅學習模式 learning behavior 或者 learning model 都唔一樣嘅。藉着呢2晚合共5個小時，希望你真係能夠好好地為你嘅仔女揾到一個適合佢嘅學校，揾到適合佢嘅學校或者教學模式，你日後嘅日子會好過啲啊！因為咧，你一定緊張你嘅仔女嘅學業嘅表現，或者喺學校裏邊能唔能夠開開心心咁樣度過，好過佢成日都想唔返學或者仆喺度瞓覺。要掌握到呢個學問，希望5月嗰2個晚上可以見到你。